我们今天来开通我们第3期小黄公车路线的第1条，就是这个从这个旗子瓦到玉井的这个小黄公车路线。那当然我们也设置了这个大内区公所的这个预约站牌，也就是说我们经过在地的访问呢，那旗子瓦这个社区的居民那他日常生活采买是去玉井区。那可是呢，要洽办业务呢，还是回到大内区公所，所以我们利用小黄公车时间跟空间的弹性来设置这条路线。那我想这条路线呢的开通呢是对于这个当地的这个市民朋友的出入非常有帮助。那我想欢迎市民朋友来多加预约，前一天下午5点前来预约就可以来搭乘。那我们每天也有4班的固定班次，那我想这个希望市民朋友多多来利用。大内区2溪里的基亚瓦部落这边确实是有13档一直都无公车来服务阮这的长者长辈要出入确实是真无方便若唔是爱叫车就是爱迄个家己骑乌托摆出门去咧采买对于阮这的迄个长辈时代那非常欢喜有这小黄公车来做服务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南市大内区旗子瓦聚落的公车路线已停驶13年，居民出入极为不便。台南市政府多次到地方办理说明会及会勘，争取中央补助经费。近期终于开通局21小黄公车路线，让大内区长者也可享有便利的大众交通，提升偏乡交通服务。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因为大内的这个地方已经10几年没有公车行驶了，那当地的民众都纷纷反映说交通不大方便。那当然出门在外的时候，尤其人口老化之后，都要仰赖年轻的家人来载送。但是有时候真的年轻人有要上班要上课的，大家时间上比较不方便。所以呢，我们特别在努力拨出经费来，总共有拨出1400多万的经费，也有包括中央的经费，来开通这条小黄公车的路线那这个小黄公车的好处不必我再多说，这是公车的费用，计程车的享受，然后对于环境也好，因为减少排碳因为小车子的排碳量比较少那对于乘客来讲更舒适。对于业者来讲这个费用比较降低，对于政府来讲环境跟交通都得到了好处，所以说这是一举数赢一举多赢的局面。所以我们对于小黄公车的开拓，尽管在财政不是很好的情况下，但是我们从来不手软，也希望对于偏乡的交通民众的需求有所反映跟改善。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在会下晡，市长会特别到新南国小的会议室来接见18-13年度成绩表现突出的优秀运动选手并颁奖。在18-13年度全国运动会，还有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台南市隆重的奖牌数拢创下县市合并以来的上好。市长当时表示，台南的选手得到好成绩，伊嘛非常的欢喜。对我而言，真的是非常倍感荣幸的事情。尤其今年不管参加全中运或者是全国运，我们的奖牌数都刷新历史新高，创历史新高。那这非常感谢各位教练跟各位选手为台南市争光的奋勇力争，也感谢我们单项委员会以及协会以及我们体总的这个努力我们是否能够做的，我们教育局包括体育处，我们尽全力来在资源上、训练上、住宿上以及交通上以及所有的资源设备上包括选手跟教练的这个协助上，我们尽全力来协助。那也感谢各位付出时间跟宝贵的
精神，能够这个不管是夺冠或是获得佳绩，这个部分会让市民朋友们非常感佩。活动现场摆好选讲的亚当选手王新秀、李恩云，还有普勇选手陈柏翰，还有意在国小的乐乐棒球队甲东营高中的橄榄球队，还有因的教练拢做伙到现场来接受市长的表扬。市长嘛勉励大家，新的年度市府嘛积极来帮助所有的选手，希望会当大家搁继续创下好的成绩。台南新闻何超邦、刘品言采访报道。去年新冠疫情严重的时期，第一线医护人员身心拢受到真大压力加感染的风险。而来自各界善心的观众，不但予医疗真大的防疫资源，嘛予病院的医护人员持续坚守家己的位置。在1号上午，透过健保署长李伯章的媒合，太阳生物科技特别关注10台紧闭高流量加热式的呼吸加湿器的供应系统，予卫福部台南病院由副院长黄英哲代表接收。台南病院有公家机关的话，说实在的，我记得那时候你们还记得，那在100年的时候，我们台南医院的营运是付的那个蛮多的钱的哈。然后到101年的那一年，我记得我还是付150万呢。到104年的时候才挣的7000多万，所以来回差了像是1亿多嘛。所以我是觉得说，只能把医院的经营本来就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刚好这个资源，我还是谢谢黄连武董事长哦，你总是对我做好的啦。虽然我已经不是你的客吼，可是你也觉得很相信我的为人，那我们把这资源带到我们台南医院来。我们有这样的心，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然后呢，我们希望呢，能够呢，以此呢。希望就能够使大家能够更关怀我们这个医疗的工作人员的辛劳。那希望呢，我们呢这一次的这个 Omicron 呢，能够遏止，让全体老百姓呢平安健康。那想最前线的就是我们医疗工作人员。那我在此呢，我要感恩呢我们所有的医疗工作的这个最前线的人员，谢谢你们，感恩你们。台南病院感染科主任洪元斌表示，该院不但是南区应病的病院，更加承接卫福部指派监护新化3间检疫所，有了这批器材，将提升医疗照护的量能。我们目前会针对新冠肺炎的病人，那我们会去做一个急性的一个急重症的一个分流。那比较轻，如果未来的病患比较多的时候，那比较轻症的病患，我们会让他可能会去新化分院或是检疫所。那比较重症的病人会在我们医院。那针对这时候我们就针对分流的病人，那比较重症的一个病患，如果后续发生一个呼吸衰竭的一个情况，那就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高通量的一个呼吸器，然后使用在这些病人上。2022年，因为新冠肺炎变异株不断地全球来扩散，因此台南病院呼吁，除了落实施打疫苗、提升自我的防护，有各界的善心关注，台南病院嘛将全力守护民众的健康。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由东营社区关怀据点阿公阿嬷热情的结果表演，为丰富球场的启用甲开事务。这座由中央补助1020万，台南市政府资助580万的球场，让民众来运动时，唔免阁烦恼拍日也就是落雨状况。市长黄伟哲希望大家多加利用。这个风雨球场事实上中央补助了1020万，市府自筹580万，总共耗资1600万。那这么多的费用，事实上，可以带来地方上许多便利啦。尤其如果碰到下雨天的时候，那这个或是这个白天太阳高照太阳太大的时候，那我们风雨球场就能发挥功能，又不会免除日晒雨淋，而又能够专心运动的这个好处。那尤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相当宽敞，总共有1470平方公尺，也就是将近500平，400多平，这么大的一个空间，那有这么好的一个遮蔽让民众安心的活动跟运动。那其实我们新化运动公园有很多设施，像树木扶疏都已经
树木都已经很高了。那所以说，有时候在树丛下、在树林下，有时候在风雨球场底下，都能够达到最好的运动效果。希望大家来运动，不要再找借口说什么下雨天，说什么太阳太大，有风雨球场就不用担心刮风下雨了。新华区运动公园防护球场新建工程内部设置2座标准型的篮球场，另外针对2座既有的露天球场，铺面也进行全面的翻新，并设置夜间照明设备，提供民众为早时和暗时拢有舒适运动的场所。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在和上午伫咧东门美术馆台南头一摆飞亚艺术创作展开展。展览由国际台湾飞亚艺术家徐瑞芬创作飞亚艺术的地区作为主题来做展出，欢迎大家伫咧1月11号到1月23号会当到现场来亲身感受一下融合东西方工艺艺术的氛围。现场的一开始嘛，透过真国立工艺研究发展中心的主任徐根修替大家做简单的介绍。他的词汇作品已经从具象到非具象，那艺术性非常的高。那么此外呢，他的作品由于他的词汇，不同颜色的那个上色都要在窑烧，所以他的那个词汇作品窑烧的次数多达20次，也因此他所做出来的作品含有很高的远红外线的能量。如果我们看到它有一些茶杯拿来喝水，水会变很甜；喝茶会变很香；喝酒会变很浓。这功能也非常好，所以像这样的作品其实是很难得一见。所以也因此呢，我特别为那个徐瑞芬老师在东门美术馆策这个展，从1月11号到1月23号来展出。那么邀请台南地区的朋友们踊跃来参观，机会难得。东方是飞亚的艺术的发源地，长期受到东西方文化艺术的互相影响，甲西方的写实甲东方的元素融合到作品当中。徐老师嘛，因为想要完成飞亚艺术的传承，伫咧2013年的时阵决定回来到台湾，甲老师过去所学传承落来。透过无受限制的风格甲艺术作品融合到生活当中，表现出老师伫咧工艺艺术上的特殊风貌。我可以在瓷器上可以任意的发挥，但是呢，我可以决定它烧出来的形式吗？其实有一点点困难哈，因为窑来决定它烧出来会是怎么样子的，我没有办法去决定哈，所以有时候烧起来中间它有可能断裂了、破裂了。对，那你如果放太多的话，它在里面那个窑里面呢，它会滚，那会滚，它会串，那如果你放的太厚的颜料上去呢，它会 chip off， 就是它会破裂，所以在烧窑的过程里面，其实没有那么好容易去控制。那当你烧出来的完整的，那就是 safe 的。还有就是说，它在含金的量，还有它的纹路呢，是不是可以控制得很好？很难，很难。对，所以还在研究当中。不过，像现在展示出来的，都是我非常满意的作品。老师的作品结合进步，透过高温的窑烧方式，来让每一件作品拢充满了自然的层次感。经过高温的处理，飞亚会当更加茶风味凸显出来。现场老师嘛亲自泡茶，来让来宾会当亲身体会。欢迎大家伫咧展览的期间，会当到东方美术馆做伙来欣赏徐老师的艺术作品。台南新闻何超邦刘品言采访报道。大屯中酒店去年甲天主教德兰启迪中心合作的舟山公益日德兰小白花活动，虽然受到疫情影响，但社会大众犹原持续支持。
总共募得23.712块的善款。今年大堂中央酒店特别甲中华民国唐氏症关爱者协会合作，募款协助唐宝宝开设庇护商店，成就唐宝宝开店的梦想。台糖商酒店那从2007年开始做这个公益活动到现在，我希望我们尽到的是一个尽到企业责任、社会责任，起之社会，用之社会。我希望透过这个观点来普罗大众，也希望唤起大家对这个弱势的团体的关视。尤其在疫情期间里面，更需要大家，尤其在弱势的团体里面更节气，我们更需要去帮忙他们。这一次因为今年年初，我们跟德兰启智中心，因为这些德兰小白花他们需要的一些帮助一些偏远地区的这些的弱势的小朋友的关怀，所以我们集资的这些的经费，让他们有这一个经费去做这个关怀的活动。从1月份到1月份到那个12月份这个整年时间，虽然我碰到大概6个月的疫情期间，但是也唤起了大家对这个爱。大家总共将近有1万人次的人共同去参与这个活动。大堂中央酒店13公益活动举办15档以来，帮助过23个弱势团体，总共捐出362万爱心善款，长期不断的付出，得到各界肯定。台南市社会局长陈英基嘛特别来到典礼现场，感谢大堂中央酒店的善心关怀。我们在这里也特别感谢长隆酒店这边呢，帮我们做一次这个活动我刚才跟郑总经理在谈这个问题，他说他会持续下去，我说非常非常的感谢。所以说在整个台南市里面，在整个寒冬送暖里面，真的是温馨送达，这是一个台南市最大的一个软实力市长也特别的关心这一个弱势的团体，最尤其我对我们的弱势的这个身心障碍的朋友的照顾，包括他们的自立方案，还有小型作业所这个庇护中心这个部分，这个话来做协助的话，一直都是我们社会局也是花了很多的经费，但是这个经费再怎么样花都还是不够。还是需要一些更多的一个社会资源的一个融入，然后再次的谢谢我们长隆酒店郑总经理所率的团队帮我们做这一次的募款的活动。饭店13公益活动，让民众在享受美食的时阵，各当兼做公益，不但暖胃，又搁暖心。总经理郑东坡欢迎社会大众做伙来响应，用行动帮助糖宝宝。台湾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根据专家研究表示，台湾在2025年的时阵会成为超高龄的社会。10月上午，在新台病院会议室来举办老人医学周全性评估，还有临床实作线顶课程的关键仪式，并由新台病院院长沈梦如代表接受。这个会造成台湾整个多严重的影响？第一个当然是劳动力，第二个经济，第三这个国家的竞争力。因为我们是做医疗的，整个医疗照护会严重的失衡，因为医疗是一个劳力密集的行业，照顾70岁以上的人，劳力付出要2倍以上。那虽然成大医院已经开始着手，已经在新建所谓台湾第一座老医院。老医院有一个目的，就是除了要提供老一个比较好的照护以外，其实我们有很重要的使命，就是因为成大医院是个大学医院。我们要做出一些教育的点的课非常大，所以这些教育的方面，我们最重要是人才的培育。那真的是很谢谢那个我们高龄学部教授那个杨教授等等的，他也提到老人医学的周全性评估系统是整个高龄医疗的教育的核心。我们赶快把这个做成所谓的数位教学，数位教学以后，整个的教学就无远弗届，就不会受到时空的限制。然后这个教学就会渗透到散布到各个地方。就像你所谓2纲，所谓广播在特别属于喜欢让跑的让2给大家，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教育上的突破。这摆关键单位有包括台南东北扶轮社、国际扶轮3470台湾区、国际扶轮3670韩国区，还有泰国曼谷缅纳扶轮社共同来关进，并提供给国内医护人员免费来学习。甚至是课程，还有翻成英语加泰国语，让国外人买当来做使用。目前，全世界正迈入一个人口老化的问题，所以呢，老人医学及照顾的需求就更加迫切。那我们今天在推动这一个全球奖助金的案子，就更显得它的重要性。
那今天也很感谢我们成大推广教育中心，也将此实作课程呢同步来翻译成5国的语言，让全世界的医疗照护人员都能共同在线上来学习，那进而使年长者也都能得到最好的照顾与服务。目前新台病院咧兴建台湾的第一间老人病院，对于未来超高龄社会会有需要经济完整的训练，佮有专业人才培养。所以透过线顶课程的方式，会当提供予经济优秀人员，伫未来会当应用到超高龄社会的来临。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中华民国全国工业总会号召农业工会佮有厂商做伙来参与爱心送暖的公益活动。全国工总长期一直拢保持着食水果、拜树头的好观念，逐当拢会到无同的县市来举办公益活动。今年都来到台南市捐赠价值600万的物资，佮有105万的善款予4间身心障碍福利机构。希望新众朋友会当平安顺心来过好年。我们全国工业总会捐赠了600万元的物资，分赠给我们这些从事社会福利非常需要大家帮忙的机构。那我们知道台南市是一个有爱的城市，但是我们爱是来自各方四面八方的好朋友，尤其来自全国工业总会今年其实在疫情期间大家就已经非常辛苦了。那在疫情过后，岁末的时候，传统一般来讲，岁末大家就是发挥爱心，岁末冬寒，然后不管是募捐或是做什么，但因为今年比较辛苦，所以说很多机构他们都纷纷这个事实上需要大家的帮忙。那这个时候来的及时雨就是工业总会的物资，我们捐赠的物资，我们就依据各个机构所需要的，然后针对我们企业会员来募资，大概有95个品项，大概有那一个差不多2吨的这一个物资，还有大概差不多600多万。另外，我们也募集了100多万的这个善款现金，能够使这一趟的这一个关怀之旅能够达到很有效的，就像我们刚才市长所讲的，在疫情期间，然后这些物资应该能让我们台南的这些慈善机构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怀关注。市长会提告社会局长陈荣之嘛，对于捐赠单位表达万分的感谢，同时嘛，希望大家会当踊跃来参与，让社会温暖会当充满规个城市。发挥大家爱的力量，和社会福利会当发挥出1+1大于2的效果。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